今一節咧要講嘅咧係一個小數嘅加減混合計算啊。咁其實加減混合計算即係有加又有減啦。呢一度咧有減法，呢度有加有加。呢度涉及咗1個、2個、3個運算符號，即係話我哋有3個步驟啦，1、2、3。其實無論幾多個運算步驟，我哋要做嘅嘢都係一樣，就係順住一個一個去到做啦。咁我哋先做1咯。對齊小數點，呢個係永恆嘅定律啦。15.31減去20.48，1唔夠減8喎，借咯，問隔離退位咯。唔再係3，佢係2，呢度變成11，11減8，3。2減4唔夠減咯喎，又退位咯，佢係4啦，佢變成12。12減4夠啦，8啦。4夠減啦，4減0 4啦。1唔夠減，問隔離退位，咦？去邊度退啊？係啊，冇位退添，點算呢？怎麼辦呢？啊，你有冇留意得到呢條橫式裡面啊？冇錯，佢係要對付呢個20嘅敵人啊！但係佢有援兵啊嘛，你睇下佢有援兵啊，加又加，係咪？不如等埋啲援兵先打啦，係咪？所以我哋咧喺呢個時候唔夠減，其實我哋應該考慮下將後面嘅運算嘅步驟褪上前。中計咧，我就唔會啦，係攞開佢搞掂。好，再嚟啦，咁我咧應該重寫呢個步驟啊。加個援軍先啦，咁我哋呢度可以利用一啲估算嘅技巧。15我要減20嘅話，其實無論加呢個好加呢個好，其實都應該夠減噶啦。咁我是但加一個啦，俾我就梗係加邊個好呢？加呢個啦，加咗10.39先，再減20.48，最後再加返7.26，即係我將運算步驟嘅2搬去前，運算步驟嘅1搬去後。點解我要咁做啊？因為我要解決唔夠減呢個問題啊，咁就得啦。好啦，繼續做落去，拍齊小數點，不變嘅定律啦。15.31揾埋啲援軍先，39，先加1加9 0啦，進1啦，7啦，小數點啦，5啦，2啦。第一個步驟 mark 翻喺度25.7。仲要做第二個步驟係減20.48，再加7.26。好啦，我可以再做啦，減20.48，0唔夠減8，退位，唔再7，佢係6，變成10，10減8得2，6減4 2，寫翻個小數點5，2減2冇嘢啦。變翻5.22啦，係咪？再寫啦，5.22，唔好以為完住，仲有一樣嘢未做，加7.26。2加6 8，2加2 4點，5加7 12，所以答案應該係12.48。仲有一個快捷啲嘅驗算嘅方法，記唔記得我上堂同你玩過估算啊？記唔記得啊？記得我嗬，係咪？記得嘅話，其實我哋可以略略去到做一個好簡單嘅估算啦。15當佢15，當佢10，係咪？呢度當20，哦，15要加10，即係25啦，25減20，大概等於5啦，5再加上7，哦，咁咪大概等於10幾咯。所以呢個答案係好合理嘅。